上次喺 Daiso 睇到好多好吸引嘅頭髮類產品，今次買晒佢哋翻嚟，試下到底可唔可以解決到美編喺頭髮上嘅4大煩惱。呢把束光髮梳大家應該都好熟悉㗎啦，梳齒有好大嘅罅隙，而梳身嘅尾端就有個小鈎，用嚟清走梳入邊嘅頭髮。而家我就將兩邊嘅髮尾洗濕，先將啲頭髮梳順，再用一把普通梳同束光髮梳分別吹乾，即時 feel 到髮質都變得順滑啊！用咗4分鐘到就完成啦，而普通梳到4分鐘頭髮都仲係好濕。兩款對比 ，Daiso 嘅束光髮梳係大完勝。劉海專用梳除咗用嚟梳前陰之外，仲可以用嚟 set 頭嘅，根據自己想要嘅頭髮邊距、闊度而去選擇用邊一邊。美編就覺得效果麻麻地啦，但加埋 spray 之後效果係會好啲嘅。呢支劉海定型棒可以完全幫我哋定好頭髮，細細嘅插頭好似睫毛梳咁，仲要係速乾同保濕控油噶，夾好頭就可以定型啦。雖然佢寫就話用喺劉海，但其實用喺頭髮毛躁嘅位都得噶。呢個執髮卷好受歡迎，等美編試下先。包裝後面嘅說明就教我哋要沿住卷喺入邊捲一個圈，再交叉 S 字形咁捲，配合埋風筒吹，效果會更顯著。美編就覺得對新手嚟講係比較難控制，但試多幾次就上手噶啦。今次4樣頭髮產品入邊，美編最滿意就係束光髮梳同埋劉海定型棒，下次再同大家實測好物啦。